你知唔知香港而家最差嘅生意係咩？唔係零售，唔係地產，而係嗰啲明明開門做生意，但係個樣好似欠咗佢債咁嘅茶餐廳。你有冇試過下晝3、4點行入去一間茶記，明明成間鋪頭得嗰3、4個人，大把吉位，個阿姐都要指住個角落頭個最逼嘅位叫你坐過去，仲要你啱啱坐低，個袋都未放好，佢就已經拎住沓單喺你面前喂，食咩啊？嗰種壓迫感真係仲勁過以前返學俾老師追交功課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深度拆解一下，點解香港呢啲茶餐廳寧願吉台都要趕客？點解佢哋口中所謂嘅北上搶生意，其實根本係自己親手將啲客推向深圳？我哋成日聽見啲老細喺電視新聞度訴苦，話咩租貴啦、人工高啦，啲人全部去晒深圳消費啦。但係佢哋從來冇反省過，點解人哋寧願俾幾百蚊車錢，花2個鐘來回，都唔願意喺你屋企樓下嗰間茶記食個50幾蚊嘅常餐？其實答案好簡單，就係一個氣字。你入去食嘢係想放鬆，唔係想去受氣。而家係2026年初，我哋睇返轉頭，呢幾年香港餐飲業嘅轉變真係令人唏噓。以前我哋講香港速度，係讚美我哋做事快手快腳，但而家茶餐廳將呢種速度用錯晒地方，佢哋追求嘅係趕客速度。你諗下，當你入到去，明明全場有30張台，得5張有人坐，你揀個寬敞啲嘅卡位，個阿姐即刻黑面，同你講嗰邊唔開啊，坐呢邊啦。佢寧願將所有客菜晒喺同一個角落，方便佢收碟，都唔肯俾個客坐得舒服啲。呢種思維就係典型嘅短視。佢諗緊嘅係佢嗰10分鐘嘅工作量，而唔係呢個客會唔會反轉頭。呢種吉台都要趕客嘅奇觀，全世界真係得香港先見到。佢哋個心入面嗰個算盤，永遠只係計緊嗰1個鐘嘅轉台率，計緊嗰幾蚊嘅成本，但係佢哋從來唔計一樣嘢，就係尊嚴。喺香港食一餐飯，由你入去到你俾飛走人，個過程就好似打仗咁。坐低要同人搭台，明明有100個吉位，佢都要你同個陌生人面貼面坐，大家個膝頭哥撞到正一正，仲衰過喺地鐵逼。然後你嗌個乾炒牛河，60幾70蚊，嚟到嗰陣係暖嘅，牛肉韌到好似擦膠咁，油多到可以攞嚟煎魚。你同阿姐講聲唔該，可唔可以換過份？佢就會用一種好似你殺咗佢全家咁嘅眼神望住你，然後細細聲喺度碎碎念，仲要喺廚房門口同個大廚大聲講個客話唔好食啊，嫌呢樣嫌嗰樣。講到北上搶生意，呢個真係本世紀最大嘅笑話。老細們，你知唔知點解大家要去深圳食飯？係因為深圳平咩？係平啲，但唔係唯一原因。人哋去到深圳，入到商場，間間餐廳啲侍應都係笑笑口迎接你，你想坐邊就坐邊，個位闊落到可以放部嬰兒車入去都得。你想慢慢食，慢慢傾，冇人會攞住塊抹布喺你面前掃嚟掃去，更加唔會喺你仲吞緊最後一啖飯嗰陣，就已經將張單放喺你台頭，仲要反轉個杯嚟提醒你喂，飲完好走啦。我聽過最離譜嘅一個故事，係我一個朋友，佢喺一間開咗30幾年嘅老牌茶記度食午餐，當時係1點45分，已經過咗午市高峰。佢食完個餐，想坐多5分鐘睇下手機信息，點知個老闆親自走埋嚟，直情拍佢膊頭話喂，靚仔，食完就走啦，後面大把人等緊。我朋友望一望後面，根本一個等位嘅人都冇，全場最少仲有10張吉台。個老闆竟然話雖然而家冇人，但一陣間可能有人呢？你阻住我做生意啊？呢種邏輯真係令人拍案叫絕。佢寧願要一張可能會有人坐嘅吉台，都唔要一個已經幫襯緊嘅熟客。呢種思維模式根本就係自殺。好多人話香港租貴啊嘛，老細要追數啊嘛。好，我哋就講下租。你話因為租貴，所以要轉台轉得快，但問題係你而家連客都冇啊！你趕走咗個客，將台吉咗出嚟，
你嘅租金成本會減少咩？唔會㗎嘛。你張台空喺度，同埋有一個客坐喺度慢慢飲杯茶，你俾嘅租係一樣㗎。但係如果你俾個客坐得舒服，佢聽日會再嚟，佢會帶朋友嚟。你而家將佢趕走，佢呢世都唔會再踏入你間鋪。呢個咁簡單嘅數，點解啲茶餐廳老細計唔到？仲有，講到食物質素，以前香港茶餐廳係美食嘅代名詞，奶茶要撞過，咖啡要濃郁。而家呢，好多茶餐廳用嘅係現成嘅濃縮液，奶茶淡到好似水咁。個沙爹牛肉麵，啲肉係用鬆肉粉醃到連肉味都冇晒。你想食個新鮮少少嘅叉燒，佢俾啲好似木板咁硬嘅冰鮮肉你。但係價錢呢？由以前嘅30幾蚊加到40幾，再加到50幾，而家閒閒地一餐午飯要60-70蚊。你收人60-70蚊，俾啲垃圾人食，仲要俾面色人睇，你話呢啲生意點做得落去？我哋睇返深圳，2024、2025年呢2年，深圳啲餐飲業係點樣做嘅？佢哋不斷提升服務，甚至連數碼點餐呢啲嘢都做得好人性化。你想加水，想加紙巾，冚個掣就有人嚟。而家香港呢，好多茶記都學人數碼點餐，但個系統廢到跳晒舞，落完單又要你去櫃台俾錢，或者個阿姐又要過嚟再確認一次，根本就係為咗慳人工而增加客人嘅麻煩。如果你問佢唔該，可唔可以幫我落單？佢仲會好唔耐煩咁指住個 QR code 話自己掃啦，唔識字啊！呢種態度真係想問佢係咪想執笠？香港有啲老細仲停留喺得我一間，你唔食就罷嘅年代。佢哋覺得香港人係冇得揀，一定要幫襯佢哋。但佢哋忘記咗，而家個世界已經唔同咗，交通咁方便，大家嘅心態亦都變咗。以前我哋可能會忍，覺得茶餐廳就係咁㗎啦，粗口爛舌先係風味。但而家大家追求嘅係性價比，係心理平衡。我俾錢出嚟食嘢，我係想買一個服務，買一個體驗，而唔係買一份屈辱。如果你去過日本，去過台灣，甚至去過深圳，你會發現人哋嘅餐飲業係將個客當成係人，而香港有部分茶餐廳係將個客當成係阻住佢收工嘅障礙物。你有冇留意到？每到夜晚8點、9點，啲茶記就開始搞衛生，啲阿姐喺你腳邊拖地，陣漂白水味濃到蓋過晒你碗飯嘅味。佢哋個樣就係寫住你幾時走啊？我趕住收工啊！我明，大家都要生活，大家都想早啲返屋企。但係你開門做生意到10點，你就應該提供服務到10點。如果你想9點收工，你咪寫明9點收門口咯。你又想賺人錢，又想趕人走，呢種既得利益者嘅心態真係好醜怪。我成日諗，點解香港嘅服務業會變成咁？其中一個原因係精英心態嘅幻滅。以前啲茶記老師傅係好有心去做一杯奶茶，一個菠蘿油。佢哋對自己嘅出品有要求，所以雖然口花花，但佢哋係尊重個客嘅。而家好多係連鎖化經營，或者係啲2代、3代接手，佢哋只係睇數字，唔睇人情。佢哋覺得只要我個位好，就一定有客。佢哋唔明白品牌係要靠口碑積累嘅。再講，而家啲後生仔，邊個仲願意去茶餐廳受欺？20幾歲嘅年輕人，佢哋寧願去嗰啲裝修得靚少少，可以打卡嘅咖啡，雖然貴啲，但人哋起碼笑臉迎人。或者佢哋直接叫外賣，喺屋企食好過睇你個黑面阿姐。茶餐廳嘅受眾群其實喺度萎縮緊，如果再唔改進服務，真係會慢慢消失。到時啲老細又會喺度喊，話香港文化沒落啦，香港人唔支持本地產業啦。但係我想問，你有冇支持過你嘅客人？我之前喺一間茶餐廳見到一個老人家，佢大概70幾歲，慢慢行入去，想揾個位坐低。個阿姐大聲呼喝佢：喂，老頭，呢度唔坐得啊，去嗰邊啊！
個老人家反應慢少少，個阿姐就已經衝過去扯佢件衫。我當時睇到好心痛。呢間鋪頭可能個老人家已經幫襯咗幾十年，你而家咁樣對佢，你嘅良心過唔過得去？呢種完全冇咗人情味嘅經營模式，先至係香港餐飲業最大嘅悲哀。大家成日話振興經濟，其實最簡單嘅振興方法就係大家對彼此客氣少少。老細對員工好啲，員工自然心情好啲，對客就會笑多兩聲。但而家係一個惡性循環，老細壓榨員工，員工心情差就攞客人嚟出氣，客人受咗氣就唔再去，生意差咗老細就更大力壓榨員工。呢個圈如果唔由服務態度呢度打破，香港嘅茶餐廳真係冇未來。我唔係想一竹篙打沉一船人，香港仲有好多好有心嘅茶餐廳，啲阿姐好好人，啲嘢食好有水準，但係可惜呢類鋪頭越嚟越少，變咗好似稀有動物咁，仲要排長龍。而嗰啲成日喺度怨天尤人，怪呢樣怪嗰樣嘅趕客茶記，反而佔咗大多數。佢哋呢種寧願吉台都要趕客嘅短視算盤，其實係喺度透支緊香港人對本地文化嘅最後一點情懷。大家諗下，如果有一日香港街頭全部都係連鎖快餐店，或者全部都係一模一樣嘅商場餐廳，冇晒嗰種充滿煙火氣可以坐低吹水嘅茶記，係咪一件好可惜嘅事？但係如果保留落嚟嘅代價係要我哋繼續忍受嗰種貼錢買難受嘅服務，咁我覺得呢種文化消失咗，可能都係一種解脫。其實好多茶餐廳老細根本唔明，客源係流動嘅。你以為你趕走一個客冇所謂，因為大把人食。但問題係，明星係會湊㗎。而家係互聯網時代，每個人都有部手機。你今日態度差，聽日全香港可能都知道。你仲想靠以前嗰套試嘅方法嚟做生意？行唔通㗎啦！我記得有一次，我去深圳一間好普通嘅茶記食飯，入到去，個侍應第一時間幫我攞個袋去旁邊個籃度放好，然後問我今日想飲咩茶？普洱定壽眉？雖然只係幾蚊港幣嘅位費，但嗰種被尊重嘅感覺，真係喺香港好難揾到。喺香港，你問多兩句今日個湯係咩啊？個阿姐都想攞個碗扣落你個頭度咁。呢種強烈嘅對比，先至係香港人北上消費嘅真正動力。老細們，唔好再賴北上搶生意啦！你嘅生意係你自己親手趕走嘅。如果你可以做到，入到嚟個客可以坐得舒服，飲杯熱奶茶，食個有水準嘅蛋撻，而唔係被催促、被黑面、被當成賊禁房，我保證香港人一定會返嚟。我哋中意茶餐廳，係因為嗰份親切感，係因為嗰份屬於香港人嘅味道，而唔係因為我哋賤骨頭中意俾你鬧。我哋再深入啲講下呢個搭台文化。以前香港人口密集，地方細，搭台係一種互相體諒嘅表現。大家心照不宣，坐埋一台，各食各嘅，快快手食完讓個位出嚟，呢種係一種人情味。但而家呢？搭台變咗係餐廳用嚟極大化利潤嘅工具，而且係一種完全唔理客人感受嘅強制行為。你有冇試過一對情侶去食飯，明明有好多二人位，個阿姐偏要佢哋去同個地盤大叔搭台？個大叔可能啱啱收工，成身汗，呢個唔係大叔嘅錯，但係對於想靜靜地食餐飯嘅情侶嚟講，呢種體驗真係好差。而餐廳老闆諗嘅係咩？我呢個二人位要留返俾遲啲入嚟嘅4個人坐。結果呢？嗰4個人一直冇出現，而嗰對情侶食得好唔開心，下次都唔會再嚟。呢個就係我講嘅短視。仲有嗰啲所謂嘅限時用餐，而家好多茶餐廳甚至唔係午市高峰，都會喺台頭貼張紙話用餐限時45分鐘。我明白生意好嘅時候你要保持流轉。但係如果我入到去，鋪頭只有30%滿，你都仲要計住我嗰45分鐘，呢種係咪叫做僵化？我飲杯咖啡，睇兩頁書，你都要嚟收我隻杯，
呢種做法根本就係將客人當成係生產線上嘅零件，而唔係一個人。我哋講下啲隱形收費。而家好多茶記，下午茶時間，你以為好抵食，點知結賬嗰陣，呢樣加5蚊，嗰樣加3蚊，凍飲加3蚊，轉出前一丁加5蚊，改配炒蛋加3蚊，到最後個餐由38蚊變咗58蚊。呢種細碎嘅加價方式，其實好傷客人嘅心。唔係話唔俾你加，而係你嗰種好似想喺個客身上刮得1蚊得1蚊嘅心態，令人好反感。反觀深圳或者其他地方，人哋嘅價錢清清楚楚，甚至仲有好多優惠券。我哋再講下環境衛生，好多茶餐廳地係黐立立嘅，牆上嘅油煙積咗幾十年都唔抹。你話呢啲係老字號風味？對唔住，而家係2026年，大家對衛生嘅要求已經提高咗好多。如果你連最基本嘅清潔都做唔好，你憑咩收人幾十蚊一餐飯？你去過深圳啲商場餐廳未？人哋個廁所乾淨過香港好多高級商場。呢種細節先至係決定一個客會唔會反轉頭嘅關鍵。我聽過有啲老細話我啲員工好難請啊，所以態度差少少都要忍。呢個係一個藉口。點解你請唔到人？係因為你俾嘅人工低，定係因為你間鋪嘅工作環境惡劣？如果你對員工好，員工自然會對客人好。好多茶記老細係典型嘅縮骨，對員工刻薄，員工自然將嗰種怨氣發洩喺客人身上。最後受苦嘅係邊個？咪又係個老細自己。講到尾，呢個係一個尊重嘅問題。香港嘅茶餐廳需要一場服務革命，唔係要你變成5星級酒店咁樣鞠躬敬禮，而係最基本嘅，將個客當成係一個嚟幫襯你嘅朋友，而唔係一個嚟揾你麻煩嘅敵人。你有吉台，點解唔俾人坐得舒服啲？你有時間，點解唔同個熟客傾兩句？呢啲先至係茶餐廳嘅靈魂。我哋成日懷念以前嗰種倫理情，但係而家嘅茶餐廳，除咗嗰個名之外，仲剩返啲咩？如果剩低嘅只有趕客同高價，咁呢個招牌倒咗佢都罷。我真係好想同嗰啲老細講，如果你想生意好，首先請你學識點樣做一個人。如果你連最基本嘅禮貌都冇，你讀幾多個 MBA， 計幾多轉台率都係冇用。我哋再睇下2025年香港餐飲業嘅數據，倒閉潮係真嘅，但係你有冇發現嗰啲倒閉嘅多數都係服務差、質素低嘅鋪頭，而嗰啲堅持品質、對客客氣氣嘅老字號或者新派茶記，依然係大排長龍。呢個市場其實係公平嘅，佢會自動淘汰嗰啲唔思進取、只係識得埋怨嘅垃圾。所以下次如果你再聽到有茶餐廳老細喺電視度喊窮，話咩北上消費害死我，請你先諗一諗，你上次去嗰間鋪頭食飯嗰陣，係咪俾人趕過？係咪俾人黑過面？如果是話，你就會明白，害死佢哋嘅從來都唔係深圳，而係佢哋自己。再講下個趕客嘅具體行為，你有冇試過？你同朋友2個人想傾下偈，你哋食完飯，個餐牌仲喺台面，個阿姐過嚟收碟嗰陣，會特登將啲碟搭得好響，嘭一聲咁，然後攞塊濕搭搭，仲帶住陣抹布臭味嘅布喺你面前係咁抹，啲水花仲噴到你件衫。呢種行為根本就係一種無聲嘅驅逐。佢唔直接叫你走，但佢用行動令你覺得坐喺度好唔舒服，好似做錯事咁。仲有啊，如果你係一個人去食飯，嗰種歧視就更加明顯。好多茶記喺午市時間會直接寫住1人不設卡位。我明你驚一個客佔咗4個人嘅位，但係如果當時係2點半，你間鋪明明一半位都冇人，你都仲要個一個人客去坐嗰啲對住牆或者係廁所門口嘅位，你話個客心入面會點諗？佢會覺得自尊心受損，佢會覺得我明明俾一樣嘅錢，點解我要受2等公民嘅待遇？老細們，你哋成日講成本控制，
但你哋有冇諗過，口碑先至係最貴嘅成本？你趕走一個客，可能只係省咗15分鐘嘅冷氣費或者位租，但你損失嘅係呢個客未來10年、20年嘅幫襯，而且佢仲會同佢嘅朋友講，同佢嘅家人講，甚至喺網上寫負評。一個負評嘅殺傷力係你做100個推廣都補唔返嘅。我哋講下2026年嘅餐飲趨勢。而家大家追求嘅係情緒價值，食餐飯唔單止係填飽個肚，仲要係買個好心情。如果我去深圳食嘢，人哋會叫我一聲親，會問我味道還可以嗎？雖然聽落好似好肉麻，但起碼我覺得我係受到重視嘅。反到香港，我去茶餐廳，我好似係去求佢俾飯我食咁。呢種心理落差係任何本地情懷都彌補唔到嘅。有啲人會話，茶餐廳就係要有呢種火氣先至正宗。我想講，呢種諗法真係病態。點解粗魯會變成了文化？點解唔專業會變成了風味？呢啲只係我哋以前喺資源匱乏、競爭激烈嘅年代發展出嚟嘅一種病態生存方式。而家時代變咗，我哋應該追求進步，而唔係守住呢啲糟粕唔放。再講茶餐廳嘅食物，以前我哋引以為傲嘅中西合璧，而家變成咗不倫不類。好多茶餐廳為咗慳成本，乜都用現成嘢，過羅宋湯淡到好似加咗水嘅茄膏，過黑椒牛柳絲炒麵，啲牛柳絲碎到揾唔到，麵又炸到太燶。如果你嘅嘢食做得好，服務差少少，可能仲有人會忍你。但而家係嘢食又唔得，服務又差，環境又污糟，價錢仲要年年加。你話你除咗趕客之外，仲有咩功能？我真心希望香港嘅餐飲業可以醒覺，唔好再做嗰啲吉台都要趕客嘅蠢事。如果你有位，就大方啲俾客坐；如果你有時間，就客氣啲同客講嘢。如果你想加價，就請你先提升你嘅食物質素，唔好將香港人對茶餐廳嘅熱愛當成係你隨便踐踏嘅本錢。我哋作為消費者，亦都應該要用腳投票。如果你覺得呢間鋪頭唔尊重你，你就唔好再去，唔好因為順路或者習慣咗就繼續去受氣。只有當呢啲唔思進取嘅餐廳真係感受到生意壓力，佢哋先至會有動力去改變。最後，我想對嗰啲仲喺度努力緊、對客好好嘅茶餐廳老細同員工講一聲，多謝你哋。喺呢個咁難熬嘅年代，你哋守護住咗香港最後嘅一點人情味。希望你哋嘅生意越嚟越好，因為你哋先至係香港餐飲業嘅希望。